雷達畫面顯示亞航 QZ8501 飛到中途突然變成問號，之後仲消失埋，究竟當時發生咩事？民航局證實尋獲亞航碎片，6機左爬升，逼飛雷雨區。搜索工作踏入第3日，有搜救隊終於喺客機失蹤位置嘅10公里範圍外，證實揾到失蹤亞航嘅碎片，證實呢宗空難。印尼航空管制塔亦都公布更多客機失蹤前嘅細節，話事發時當時喺32000尺高空飛行嘅 QZ8501，因為天氣問題，向控制塔要求爬升至38000尺。但由於當時架機身處嘅空域，另外仲有6架飛機，控制塔驚爬升會發生意外，所以要佢哋維持飛行高度。但幾分鐘之後可以放行嘅時候，已經同架機失去聯絡。有航空專家分析，當時客機失蹤嘅位置正係有雷暴工廠之稱嘅雷雨區，一般航班會繞道避開，懷疑有人判斷錯誤，釀成意外。其實亞航為免馬航 MH370 嘅失蹤事件重演，已經逐步提升短途機嘅衛星通訊設備，每隔2分鐘更新客機嘅飛行位置。可惜 QZ8501 嚟唔切換就已經出事啦。